星級論證。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咧，五一假期之後咧，有一個嘅單邊大升市啊，曾經上到去23,000點樓上嘅。咁啊，今個禮拜嚟講咧，聯儲局宣布咧就唔減息嘅。咁你而家睇翻就星期五啦，同埋下禮拜一咧，特朗普亦都會有一系列關於中美關稅嘅結果出嚟啦。咁相信咧，市場嗰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嘅。咁投資者適宜咧係關注翻啲比較上內需型啦，同埋已經出咗數據嘅股份嘅。今個禮拜會為大家帶嚟呢個3690美團點評嘅好倉㗎。睇翻五一嘅數據嚟講咧，無論係翻呢個文創旅遊啦、酒店訂位啊，甚至乎呢一個嘅露營嘅訂位方面咧，美團亦都有呢一個嘅相對唔錯嘅增長啦。相信市場已經消化咗京東用一個大型補貼入侵市場嗰個嘅負面消息嘅。咁啊，同埋股價方面啦 ，ATM 美團係相對係落後翻咁樣嘅，喺125蚊見咗個短底之後咧，如果要補翻之前個下跌裂口咧，數翻其實都可以去到150至160呢啲位嘅。所以各位投機者嚟講咧，現價可以考慮美團10% 價外嘅好倉嘅。如果現水平跌超過5% 嘅話咧，就要做一個止損動作啦。而家屬於一個月頭至月中嘅狀態啦，咁啊個市場嘅波動性相信都比較大嘅。咁大家記得 buy timing 用 everything。港股近日曾經重上過23,000點嘅關口啦，不過未能企穩，高位都有唔少獲利回吐嘅壓力嘅。不過睇翻呢，港股回調嘅壓力呢，對上兩日都仲收到22,500點樓上，而今轉恒指嘅上升呢，終於有隻落後股帶動啦，就啱啱炮姐提及嘅隻美團啦。美團呢，近排依然係相對落後嘅股份嚟嘅，即使過去兩日有唔錯嘅升幅啦，但而家都只係140蚊附近嘅水平嘅啫。相比起其他騰訊啊、阿里巴巴呢啲已經升咗上去嘅重磅股嘅話呢，美團依然係一個比較落後嘅情況嘅。跟進炮姐嘅選擇嘅話，部署美團嘅好倉可以留意翻我哋星展一隻價外嘅 call 輪15302呢隻美團嘅 call 輪呢，大概30%到價外，喺今年嘅9月份到期嘅，實際槓桿呢俾到挨近有6倍。以琴日美團呢喺琴日收市141蚊附近嘅價位嚟計嘅話，15302對應嘅輪價呢，理論價錢大概係6仙1嘅。如果做大概1成咗一個上升參考價，即係大概正股155蚊嘅話，假設持貨1個星期嘅時間值損耗同埋引申波幅不變嘅話呢，15302喺正股155蚊嘅時候嘅理論價錢大概就係9仙8，對比頭先6仙1嘅理論價錢呢，大概有6成嘅潛在升幅㗎。